我是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，永春白河群的田晓英。我们是家族性传承，那12岁就开始跟着我叔叔学。永春白鹤拳呢，它是南拳的一种，它讲究近身短打。它属于内家拳，它讲究气息、身法、步行，还有就是说它讲究寸劲。因为施主黄其阳她是一个女性，所以她讲究4两拨千斤，那以小力胜大力。我是永春县公安局特警队的一个在编人员，抓捕嫌疑人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用得上。2012年开始啊，这个就利用我的节假日啊一些休息时间，这个办了一个社团。那在兴办社团以后，我们就开始到当地的一些小学里面进去传承这个小学生。步伐站稳，好，然后用我们的腰，好，腰部发力。我们记住，一定要把气息吐出来，好。这个现代搏击跟传统武术本身它是两条路来走。那现代搏击它是为了竞技，为了直接击倒对方。那传统武术呢，它是更注重于做健康养生啊，一些文化。踢线木跟戏曲一样，都是有分行当的。第一个是旦角旦科的表演，第二个是花脸行当的表演。基本上我们都是用闽南语，因为它肢体语言很丰富，所以就不会受语言的限制。木头啊，在默戏里面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因为默戏嘛。每一个那个角色嘛，都是要根据木头来切定。主要是这2条线是控制整个身和木头的活动。这个拿钩牌都有固定的姿势，然后怎么假线，那么线怎么挑线等等，这些都有严格的规定。线的多少是根据角色的动作的需要，那么就是说，当然线越多，操作难度越大。那么我们最多的线能达到40几条。我从12岁就进来这里面，这个木头没有力气是刻不下去的，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刀啊都要靠在这个肩膀上，然后用这个肩膀再推。才可以刻。其实我们每一个提线木的演员进来的时候，都要经过一段至少要3年到5年的这个基本功的训练。那么我们这一套基本功也是传承了1000多年的历史。